哈马斯强行去攻击以色列，所造成真侪西方国家的民众伫咧以色列国内变做是无辜的受害者，引起真侪国家的不满。不过，这以色列也出手反制了后呢，真侪国家也开始声援巴勒斯坦。不过，这法国和德国却是大声宣布禁止所有挺巴勒斯坦的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伫咧全国演说当中，呼吁民众要团结，减少动乱。 示威民众飞起的纪念碑压着巴勒斯坦的国旗，一个放言会。伫咧以色列强烈回击哈马斯了，法国巴黎也出现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不过因为要防止反犹太情绪团开，法国内政部宣布禁止伫咧法国举行任何挺巴勒斯坦的集会，若是违反的外国公民将会被驱逐出境。 伫暗时，警方出动水炮车、写催泪瓦斯，赶走一场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毋但是巴黎、波尔多也有挺巴勒斯坦的集会，不过场面是较温和。Israël, à mon sens, subit depuis 4 jours ce que subissent les Palestiniens depuis 50 ans. Et nous tenons à montrer notre solidarité avec ce peuple qui, depuis 75 ans, connaît colonisation, épuration ethnique. 法国的穆斯林社区估计有500万人口，是欧洲上大。但是法国有要加50万的犹太社区，规模同款是欧洲上大。对这边哈马斯的攻击，已经造成13位法国公民死亡，是2016年尼斯恐怖攻击以来史上上惨重的事件。而且有17个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囡仔。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全国发表谈话，希望法国人民保持团结。 唔通伫咧国际出现分歧的时阵，增加国内分歧。Nous ne pouvons pas nous résoudre à une guerre sans fin dans cette région. La lutte contre le terrorisme ne peut remplacer la recherche de la paix. Et les conditions d'une paix durable sont connues. Ce sont des garanties indispensables pour la sécurité d'Israël et un État. 因为德国原本就是禁止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总理肖兹也讲将会取缔一个亲巴勒斯坦的组织，因为因的成员伫咧德国的街仔路庆祝以色列平民被杀害。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也个几多个国家的官员会伫咧13去以色列表达声援。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